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，他是我忠心朋友，永不改变。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造我，不能像他救我脱离种罪孽，不能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不朋友像主这样忍耐，不能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。主爱我何等大哉！当我现在最终是主来寻找我，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。耶稣用慈爱，他能帮庇扶助我，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。不能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不朋友像主这样忍耐，不能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。主爱我何等大哉！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，他是我忠心朋友，永不改变。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造我，不能像他救我脱离种罪孽，不能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不朋友像主这样忍耐，不能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。主爱我何等大哉！